尋日夜嗰份掛住剪片，朝頭早醒唔到，抽唔到血。不過塞翁就失馬就焉知非福嘅，因為原來根本就未搞掂健保卡，你抽乜鬼嘢血呢？哦，冇事到。咁依家今日跑嘅流程呢，就只有HIT戶籍同埋一個嘅健保卡，搞完之後呢，仲要上台北同一個都叫做係對我有恩嘅人啦，就食飯。Let's go。咁呢，由於行程真係比較趕嘅，所以呢，我選擇今日去桃園戶政事務所呢，我的過去，係啊，的過去。咁呢啲因為你瞓過籠而要付嘅代價都好合理啊！嘿，一出門口就有的士。去國風3街的戶政事務所是嗎？對，沒錯。哇！一出門口有的士真係太開心。因為呢，如果要去文德，不過又要揾到1號車站啦，要等啦，跟住之後就要去到龍崗街，仲要揾路啦，咁就唔係咁 friendly 啊！對今日嘅行程，因為約咗小姐去6點半，係啦，就喺士林，所以算啦。桃園去桃園，我就搭一搭個的士啦。上面咧可以咧睇一睇，究竟家陣啲的士有幾平？因為尋日喺機場翻嚟咧，都只不過係605蚊。唔好唔記得喎，香港機場翻青衣都要3嚿水，即係1200蚊台幣，係一個得啊！我尋日都同個的士司機姐姐講過啦，就係香港嘅的士咧，的確係貴好多。我，對啊，要回香港，但是我就知道了，所以2年之內一定會回來這樣子。如果過了4年，還要坐那個移民牢，坐那個移民牢坐6個月，你不可以出去。就是到台灣居住滿6個月。對。但是我在香港有工作。香港的薪資比較高啊。高很多。高很多。你們那邊洗碗的一個月都有8000塊港幣。有。對啊。1萬也有。1萬也有。8000港幣。有。那邊4萬多塊。對啊。但是不能夠這樣去算，因為那個物價不一樣。對了，物價不一樣。對啊，因為你們那邊的那什麼格子一籠那個住的地方，那叫什麼？單位嘛。對，還有那個睡覺的地方。那個一籠哦，劏房。一個月2000塊港幣。不止啦，5000多塊耶。所以浴室、廁所都是公用的。係，到咗戶政事務所啦。咁我哋喺度搞咩呢？恢復翻個戶籍。咁咧網上面講得好簡單嘅，就係咧，即係俾晒啲文件佢，同佢講發生咩事，然之後你想點，咁佢會幫你搞噶啦。咁我依家就入去搞啲文件。哇，好笑啊！結婚拍小區啊！娶到女神，家事交俾我，薪水交俾我。娶到女神啦！哇！我見佢冇話不准拍攝，幫我大約影一影啦。大約就係咁嘅環境。到時候咧就喺窗口嗰度咧，就辦嗰個恢復戶籍。聽網上 AI 講咧就半個鐘搞掂㗎啦。係啦，就係咁嘅。1 hour later。我頂啊！帶漏咗戶口名簿，唔係帶漏係誤會，以為咧我個嘢掛喺區公所係唔需要戶口名簿，因為我哋個一啲溝通上嘅誤會啦。總言之，唔該，恢復戶籍一定要帶戶口名簿，而咧冇一樣嘢叫做掛區公所嘅。區公所係幫你加保嗰個單位，而唔係你掛戶籍嗰個單位，所以唔好撈亂，我就撈亂咗啦。咁我賴咗嘢，希望大家唔好賴嘢。點樣有個辦法咧，就係即刻揾下我個朋友，睇下佢可唔可以幫一幫手。唉，我都估到件事唔會咁順利嘅，唔緊要咧，
事情總會有啲解答嘅辦法嘅。好，快行啦！咁啱啱咧就打埋俾健保局去問究竟發生咩事呢？點解我哋會誤會咗掛咗戶籍喺區公所呢？原來區公所同健保局係一模一樣嘅作用，就係可以咧喺區公所加保費，又或者喺健保局加保費，所以咧就會出現咗咧區公所幫我投保一個大誤會啦。即係啲戶籍還戶籍，戶籍係一個即係你係喺一個房屋，亦即係嗰啲關於法律嘅嘢嗰樣嘢，咁就係掛喺個房子度嘅。因為同香港係爭好遠嘅，香港係冇戶籍嘅。咁我就呢一邊係有戶籍嘅，咁啊係冇呢個戶籍咧係做唔到健保嘅，係打埋俾健保局就話我可唔可以攞個謄本去加保咧？唔得。首先第一樣嘢，戶籍你要恢復翻，因為我係被遷出國外，我冇咗戶籍，我要有翻個戶籍，然後先可以去做翻個健保。依家第一步做唔到，第二步都唔使做啦，所以就掃聲。咁我就依家乜都做唔到啊，不如去揾下小姐食飯啦，係咯。依家我連早餐都未食㗎。咁啱啱就同小六姐食咗餐飯啦，咁啊見到佢老人家都幾精神啊，即係幾好嘅狀態啊，佢其實已經好好噶啦。咁嚟到台灣一定要探一探佢嘅，係啊，一個人係必探，係啦。咁我哋依家喺士林食完餐飯，咁去完士林梗係要去夜市啦，係咪先？咁但係我想講啊，台灣最好嘅夜市唔係士林，但嚟到士林一定要去夜市。道理就係咁簡單。好 ，Let's go。哎呀，原來呢一個電鎖喺呢度嚟㗎，我食過㗎，好得意㗎，便鎖便主題餐廳啊。不過去唔去好咧？唔去咯，行下先啦。好啦，我哋已經到咗個士林夜市啦。由於咧係未夠夜啊，所以咧人比較少。呢一個就係士林夜市，同埋咧有拉麵喎。係啊，其實有好多個嗰啲唔同嘅食肆啦，有唔同嘅店啦，七仔都有嘅。咁當然啦，啲地道嘢係未出嚟嘅。但係我依家呢一個身處嘅地方咧，就係士林夜市啦。七仔牛，次次都嚟食嘅，哇！4份200蚊，我每一次都嚟食嘅。你好，我要個芥末，大小份，小的，来200， 200好。開始多人啦，唔喺沿路咧，係聞到一大陣嘅臭豆腐味。係啊，揾緊你啊，揾緊你啊！九龍城香港茶一定要幫襯，我每一次都係幫襯呢個凍檸茶小店啦。我今次就姑且睇下你凍奶茶嘅板夫如何。好，幫襯絲襪奶茶。我諗呢個最正宗啊，嗌呢個先。嘿，你好，絲襪奶茶。呢一個咧真係幾香港嘅呢個，我之前都係食凍檸茶小甜咯。今次就真係試奶茶啦。哎呀，結論係好
灣就算係香港九龍城專門店，奶茶都係爭啲嘅，奶茶做唔到香港陣味啊，做唔到。不過你嘅凍檸茶 OK 嘅。哇！佢公仔好靚喎，睇下個 Miffy， 哇嚟馬 Miffy 喎，就掟飛鏢嘅呢個。啊，姐姐你好，怎麼玩的這個？100塊就打幾多支？一杯有多少支？6支，好。全中就什麼？我們有這邊，這邊就可以選。哦，好。嗱，咁咧神射手我咧已經中咗9個噶啦。咁咧阿姐姐話咧，可以咧每一局咧多俾我標，即係每一個係得5支嘅啫，佢俾6支咗。咁但係我哋20支中咗11支喎。仲有個大 Miffy 嘅，一嚟唔夠位擺啦，二嚟咧真係要中好多，所以我真係決定離場啦。咁離場有個細嘅噃，唔知佢中唔中意咧？哇！我射中呢個巴西 Miffy， 都唔係中㗎，我係用金錢買嘅，射咗8次先累積先有嘅。不過我真係好中意啊！嗰個嘅兌換咧就係你800蚊台幣。亦都係200蚊港紙，但係佢一隻正版嘅 Miffy 咧，其實係平咗噶。不過 anyway， 你試任嘢試玩，梗係要開心啦。其實呢個姐姐見我咧話射咁耐都仲玩咧，咁佢話射第8次咧，佢話我有玩就送俾我。不過我第8次都射中幾多，所以都啱嗰個目標嘅。40發就有咯，咁我就射中咗好多嘅都，好開心啊！其實嚟試任嘢試玩咧，最中意嗰隻玩蛇槍槍。嗱，正所謂要食就食真豪大，係真豪大啊！不過已經個胃落頂唔順啦，我想又飲嘢又食嘢嘔噶啦。好啦，咁就望下就算咯，反正我唔太中意食啲咁油膩嘅雞，係啊，豪大啲雞咧都幾細，同埋都流嘅。咁咧試任夜市咧係有車直接翻酒店嘅，幾開心，唔使再轉火車轉嚟轉去。有一架叫9023嘅，直接翻到火車站。翻嚟酒店啦，唉，咁個旅程咧係 epic fail 㗎，因為咧我攞唔翻個健保。點解咧？各位走咗嘅香港人又好，其他人有國籍嘅咩國籍嘅人都好啦，有台灣籍，但想攞翻咧，一定要帶戶口名簿，憑本都唔得嘅，係啦。咁我嗰個狀態咧就係我以為咧嗰個健保嗰個封信寫住係區公所嗰個投保，我以為就係個戶籍掛咗喺區公所度啦。咁但係咧點知咧原來唔係嘅。原來係冇關係嘅兩件事，所以就亦都冇朋友肯幫我去將個戶籍掛喺嗰度啦。咁所以就，咁呢個旅程未完全嘅係失敗咧，又唔係嘅，仲有一個方法係每一個人都有呢個權利嘅。你唔通去到診所睇醫生，你冇健保卡，你唔係國民，佢唔俾你睇咩？所以咧，我依家就係嗰個狀態啦。我有身份證，我有護照，但係我冇健保卡，咁咧不如就自費咯 ，OK 㗎，係啊，咁我喺我成個旅程嘅結尾咧，話俾大家聽，如果自費喺台灣度做個 full body check， 咩都 check 晒，係一個咩價錢咧，都可以俾大家參考嘅。咁呢條片到呢度啦，咁咧就到下一集咯。咁咧今日 day 2嚟嘅，咁到仲有13日。咁咧就睇下之後嘅集數會唔會再精彩啲啦。咁今日最精彩部分咧都係個 Miffy 㗎啦。Miffy，hello， 同大家講 hello 啊 ，hello， 尼馬 Miffy。我問過一個朋友，覺得呢一隻值幾錢咧？世界盃版喎，正版喎，佢話600港紙就可以值。咁其實我玩8次嘅啫，800台幣。拜拜。仲有咩？呢個。400台幣，拜拜！最開心一樣嘢，開心翻晒，
好啦，咁我就下條片再見啦，拜拜。